許紹雄嘅後事安排得好緊湊又有序，連續2日先設靈，再出殯，一切皆以私人形式進行，冇大張旗鼓咁喧鬧，但依然引嚟各界關注嘅目光。繼子俊兒呢2日一直保持住低調嘅姿態，佢冇接受任何媒體嘅採訪，只係默默咁穿梭喺葬禮各個環節之中，幫手打理住各種事務。整理花圈嗰陣，佢格外認真，將每個花圈嘅位置都調整得整整齊齊，確保冇一絲歪斜，好似喺整理住自己對許紹雄嘅敬意同思念咁。協調車輛嗰陣，佢企喺路邊，眼神專注咁對住司機反覆確認路線，每一個細節都唔放過，只為令葬禮可以順利進行。陪伴住母親龍燕兒嗰陣，佢總係靜靜咁企喺母親身邊，唔講咩安慰嘅說話，但時刻留意住母親嘅狀態。只要母親有一絲異樣，佢就會立刻上前關心。雖然佢一直低調行事，但佢嘅名字卻出現喺葬禮嘅每一個環節之中。祭文裏面寫住孝男俊兒，嗰一個個工整嘅字跡，好似係佢對許紹雄深深嘅承諾。花圈上面嘅署名係兒子俊兒，嗰簡單嘅幾個字卻蘊含住無盡嘅親情。就連現場嘅座位安排都有佢專屬嘅位置，呢一切都足以說明許紹雄生前將佢當成親生仔咁痛愛。出殯嗰日，大殮儀式之後，許紹雄嘅親生女許會貞捧住父親嘅遺照，慢慢咁登上靈車。佢嘅手指緊緊合住相框邊緣，指甲因為用力而泛白，眼淚順住面頰不停咁往下掉，打濕咗遺照嘅邊角。嗰遺照裏面嘅許紹雄帶住熟悉嘅笑容，好似仲喺度望住佢，俾佢溫暖同力量。遺孀龍燕兒由女婿同佘詩曼相伴同行，佢嘅頭髮喺一晚之間白咗一半，原本烏黑亮麗嘅髮絲裏面夾住幾縷刺眼嘅白髮，眼神空洞而冇神，好似失去咗生活嘅方向。佢嘅身體虛弱得好犀利，需要人扶住先可以行得穩，每一步都好似踩喺棉花上面咁，軟綿綿咁，冇一絲力氣。俊兒跟喺佢哋後面，著住黑色羽絨服，戴住口罩，眉頭微微皺住，刻意避開媒體嘅鏡頭，低調得好似一個普通嘅幫手者，但佢嘅眼神中卻透露出一絲堅定同擔當。上咗靈車之後，俊兒直徑走到妹妹許會貞身邊，坐喺佢同一排，兩人中間放住許紹雄嘅遺照，遺照裏面嘅許紹雄帶住嗰熟悉嘅和藹嘅笑容，好似仲喺度望住佢哋，守護住佢哋。俊兒輕輕握住妹妹嘅手，佢嘅手好暖，好似冬日裏面嘅暖陽咁，包裹住妹妹冰涼嘅手。佢冇講咩安慰嘅說話，但嗰一個簡單嘅動作裏面，卻全係安撫同關愛。許會貞嘅肩膀微微發抖，身體不受控制咁顫抖住，佢靠住哥哥身上，眼淚好似斷咗線嘅珠咁，不停咁打濕咗俊兒嘅羽絨服袖口。俊兒就咁靜靜咁坐住，任由妹妹靠住，好似一棵穩穩咁樹，為佢遮風擋雨，俾佢依靠同安全感。靈車啟動之後，許會貞嘅頭慢慢低落去，好似被悲傷壓到抬唔起咁。俊兒見狀，伸手托住佢嘅下巴，將佢嘅頭輕輕放喺自己肩膀上面，聲音輕得好似耳語咁。唔好怕，我喺度。嗰溫柔嘅說話，好似有一種神奇嘅力量，令許會貞嘅情緒稍微穩定咗少少。靈車抵達火葬場之後，許紹雄嘅靈柩被工作人員慢慢咁推往火化區。許會貞捧住遺照，緊跟住靈柩後面，佢嘅腳步有啲踉蹌，好似被悲傷沖昏咗頭腦咁，好幾次差啲跌倒，都俾旁邊嘅俊兒及時扶住。俊兒嘅目光始終緊緊盯住妹妹嘅背影，生怕佢有咩閃失。佢嘅手輕輕扶住妹妹嘅胳膊，去到火化區門口，許會貞停低腳步，呆呆咁望住靈柩被推入去。嗰一刻，時間好似凝固咗咁，
佢嘅眼淚掉喺遺照上面，模糊咗許紹雄嘅笑容。俊兒鬆口袋裏面掏出紙巾，輕輕擦掃咗遺照上面嘅眼淚，然後握住妹妹嘅手，話：爸爸會安息嘅。火化儀式結束之後，龍燕兒俾人攙扶住慢慢咁行出嚟。佢嘅腳軟得好犀利，幾乎站唔穩，好似一陣風就可以將佢吹倒咁。俊兒立刻快步行過去，扶住母親嘅胳膊，佢嘅聲音好輕，但好堅定：媽媽，小心啲腳下。龍燕兒靠住仔身上，手裏面仲緊緊攢住許紹雄生前戴嘅手錶。嗰手錶嘅錶帶已經磨破咗，錶盤上面有幾道劃痕，嗰係許紹雄上次幫俊兒收單車嗰陣唔小心碰到嘅。呢少少嘅劃痕，此刻卻成為咗龍燕兒最珍貴嘅回憶。佢嘅嘴唇動咗動，想講咩，但只發出一聲嗚咽，眼淚順住面頰不停咁往下掉，打濕咗俊兒嘅羽絨服。俊兒扶住母親去到休息區，俾佢坐低，然後蹲落嚟，幫佢整理咗下歪咗嘅羽絨服領口，又細心咁理咗理佢嘅頭髮，話：媽媽，我陪住你。嗰溫柔嘅動作同說話，令龍燕兒感受到咗一絲溫暖同安慰。俊兒係龍燕兒同前夫所生嘅仔，許紹雄當年追求龍燕兒嗰陣，已經知道佢有一個仔。嗰陣時，龍燕兒心入面好猶豫，佢低住頭，聲音低低咁話：我有一個仔，你會唔會介意？許紹雄笑住握住佢嘅手，嗰笑容溫暖而真誠。佢話：我會將佢當自己嘅仔咁疼，你放心。婚後，許紹雄話到做到，佢用實際行動詮釋咗對俊兒嘅愛。每日朝早6點，佢會準時起身俾俊兒做早餐，有時係煎到金黃嘅蛋，嗰蛋嘅邊緣微微捲起，散發住誘人嘅香氣；有時係熬到濃稠嘅粥，粥裏面仲放住公棗、桂圓等食材，營養又美味。佢變住花樣做早餐，只為令俊兒可以食得開心、健康。俊兒上學嗰陣，佢會企喺門口目送，直到睇唔到背影先返屋企，仲唔忘喊一句路上小心。嗰關切嘅聲音好似仲喺耳邊回蕩咁。俊兒生病嗰陣，佢整晚守喺床邊，眼睛一刻都唔敢閉上，生怕俊兒有咩唔舒服。佢用溫毛巾仔細咁擦俊兒嘅額頭，每隔半個鐘就量一次體溫。餵佢食藥嗰陣，仲會吹一吹，話唔苦，食咗就好。嗰溫柔嘅說話同動作，令俊兒感受到咗濃濃嘅父愛。後嚟俊兒去咗澳洲生活，兩人聚少離多，但每周都會通一次電話。許紹雄會關切咁問最近學習點樣，有冇交新朋友。嗰說話裏面充滿咗對俊兒嘅關心同期望。俊兒會話澳洲嘅冬天好冷，我學識咗做火鍋，等我返嚟做俾你食。嗰興奮嘅語氣好似已經睇到咗同父親一齊食火鍋嘅溫馨場景咁。佢哋好似朋友咁傾結，分享住彼此嘅生活點滴。許紹雄生前受訪嗰陣話：我同俊兒嘅關係好好，佢雖然唔係我親生嘅，但同親生仔冇咩分別。佢會主動叫我爸爸，我都將佢當仔。果然，許紹雄離世之後，俊兒就係以仔嘅身份出現喺後事名單之中。訃聞裏面兒子一欄寫住佢嘅名字，花圈上面嘅署名係孝男俊兒。佢嘅太太同女就以孝媳孝孫嘅身份位列其中，就連祭文裏面都有佢嘅名字，實實在在同平常父子冇咩分別。出殯嗰日，TVB 資深藝人羅樂林同太太鄭寶儀都一齊去送別。羅樂林係扶靈人之一，佢扶住靈柩，神情凝重，每一步都行得好慢，好似腳下嘅路有千斤重咁，又好似喺送一位老朋友最後一程咁。佢嘅眼神中透露出嚟對許紹雄嘅唔捨同敬重，回憶住佢哋一齊喺演藝圈奮鬥嘅日子，嗰啲歡笑同眼淚
都成為咗佢哋之間珍貴嘅回憶。鄭寶儀就一直陪伴住龍燕兒身邊，佢嘅手扶住龍燕兒嘅肩膀，不停咁遞紙巾，輕聲安慰話：姐姐唔好太難過，仲有我哋呢。其實兩家人係親戚關係，鄭寶儀係龍燕兒嘅親妹。鄭寶儀原名龍鳳儀，細個嗰陣過繼咗俾鄭寶珠嘅媽媽，所以改姓鄭。龍燕兒嘅原名係龍鳳子，姐妹倆唔止同姓，而且名字裏面都有鳳字。細個嗰陣一齊大，感情好好。設靈現場，羅樂林夫婦就以妹夫嘅身份送咗去花牌，花牌上面寫住姐夫一路走好，嗰簡單嘅幾個字卻蘊含住深深嘅祝福同唔捨。出殯日嗰日，羅樂林以妹夫嘅身份參與扶靈，鄭寶儀就同外甥俊兒一齊陪伴住哭成淚人、全身冇力嘅龍燕兒身邊。龍燕兒靠住妹妹身上，哭住話：佢走咗，我點算？佢話哥要陪我一世嘅。鄭寶儀抱住佢，輕輕拍住佢嘅背，話：仲有我哋，仲有啲細路，佢會喺天上望住我哋嘅。嗰溫暖嘅說話令龍燕兒感受到咗一絲慰藉。龍燕兒嘅狀態令人心疼得好犀利，佢嘅頭髮一晚之間白咗一半，原本烏黑嘅頭髮裏面夾住幾縷刺眼嘅白髮，好似係歲月同悲傷留下嘅痕跡。佢嘅眼腫得好犀利，幾乎睇唔開，面上面仲帶住未乾嘅淚痕，嗰淚痕好似係佢對許紹雄深深思念嘅見證。佢手裏面一直攢住許紹雄嘅手錶，時不時低頭睇一眼，指尖輕輕摩挲住錶盤，好似仲可以感受到許紹雄嘅溫度咁，好似許紹雄仲喺佢身邊，鬆冇離開過咁。俊兒坐喺母親身邊，握住佢嘅手，話：媽媽，爸爸會喺天上望住我哋嘅，佢希望我哋好好的。許慧貞都靠過嚟，抱住母親嘅胳膊，話：媽媽，仲有我同哥哥呢，我哋會陪住你嘅。龍燕兒望住兩個細路，眼淚又忍不住掉落嚟。佢伸手摸咗摸俊兒嘅面，又摸咗摸許慧貞嘅頭，話：好，我哋好好的，唔俾佢擔心。嗰溫柔嘅說話裏面，充滿咗對生活嘅堅持同對細路嘅愛。許紹雄嘅後事辦得好安靜，冇喧鬧嘅儀式，冇多餘嘅言語，但每一個細節都透住家人嘅愛。繼子俊兒嘅低調孝心，體現喺佢默默咁為葬禮打理嘅每一個行動之中。為傷龍燕兒嘅痛苦同堅持，令人感受到佢對許紹雄深深嘅愛同唔捨。仲有圈中朋友嘅送別，令大家睇到咗許紹雄喺演藝圈嘅好人緣同大家對佢嘅敬重。雖然許紹雄走咗，但佢嘅愛仲喺俊兒對妹妹嘅守護裏面，喺對母親嘅攙扶裏面，喺龍燕兒嘅回憶裏面，喺每一個關心佢嘅人心入面。就好似俊兒話嘅，爸爸冇走，佢只係換咗個方式陪住我哋。呢份愛將永遠延續落去，溫暖住每一個人嘅心。